桃园中立区公所的沟仔前一阵施工要甲砍挂，不过落尾完工煞做一半尔，干那其中一段有砍挂，若无砍的所在嘛无彩牌啊警告，骑奥多摆的一个无注意就会跋落沟仔底。民众批评安尼显是颠倒危险。我伫咧路边的这条水沟仔有要到25公尺长，不过水沟仔的挂砍无到10公尺，后壁就拢无砍。伫中立区永清街一个区公所水沟仔砍挂的工程，几工前完工，不过只敢做一部分尔，民众感觉真憾，讲有做比无做更加危险，向议员定情。一小段的话，应该没什么意义，是觉得很浪费国家的经费，整个盖起来比较好。附近居民担心，学生上下课在这个狭窄农路上会车，会有安全上的疑虑，往前行驶就会掉进水沟里。市员讲，永清街我万年科技大学，真侪学生拢是骑奥多摆上下课，这条路路正歪，也无水利灌溉需求，里长协调水利处甲区公所同意施作。无想讲水沟仔挂只若砍一半听，担心颠倒增加用路人的风险。考量加盖必要性、用地及经费，综合评估后，先行派工办理路口10公尺改善。对民众的定情，区公所承认现场确实有缺失，无符合实际需求，将会检讨改善。也讲今年的经费无够，不过这条路段大部分拢是产业道路，路较灰，为了惊讲暗时奥多摆无顺利跋落去水沟仔，甚至较危险的斜弯的所在，砍一段水沟仔挂，其他部分是菜反光的条仔，提醒民众，到明年将会全部拢砍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